是安怎吼？陈仪在过去几工啊，对付处理委员会啊，看起来都足和蔼可亲的啊。啊，恁台湾人提出什么要件啊，什么条件，我全部拢接受啊。啊，结果3月初7的下晡，王添丁也好啦，黄兆琴也好，将这42条的处理大纲，一个互陈仪看，陈仪气甲头壳青烟，甲蛋蛋放在涂骹兜。陈仪这个态度的转变，毋是小款啊，定是非常严重。伊不但讲甲这个物件等咧涂骹兜，迅速佮骂这个代表讲无体。安尼啊？哇，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态度转变来遮尔紧？当然啦，你讲过啊，翻脸像翻书一样啊，是因为伊生气的原因，我甲归纳做2点。头一点真简单啊，在42条的条文头前啊，王添丁这个人，佮有加一个叫做序文，就是前文啊。啊，这前文啊，对陈仪的这政治或者是讲二发生的原因，伊讲真多，啊嘛真严厉的啊。譬如伊讲啦，伊讲吼，本省光复1年外来的政治状况啊，是一方面陈仪长官在要公开演讲的时阵，啊，就讲甲嘴甲全破啦，讲要安怎为人民服务啦，要安怎谋民生的安定。但实际上呢，大官大歪，小官小歪，啊歪甲台湾生产落魄。物价膨胀、农村破产、失业的一大堆，根本连活路都无法度啊！所以伊在这篇文章有讲到，伊讲这边的事件根本都是因为政治腐败所引起的，绝对毋是干那小小掠私分，或者是讲这性质的对立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对这边的事件，王添丁在处理大纲，伊就一声就按陈仪的心脏甲做落讲。整个台湾的政府都要负全部的责任啦。就是这段文引起陈仪刺心就对啊，因为这种血淋淋的事实，写互陈仪看。是啊，所以陈仪感觉讲，吼，这个面甲洗了有够功夫诶。但实际上，这根本就构不成叛乱的条件嘛。啊，这嘛是事实啦。是啊，你甲想看嘛，台湾人来造反。3月初6，台湾因遮还讲什么啊？发表一个告全国同胞书啦。伊讲，阮台湾只不过是要改革政治，啊，甲遮外国官甲肃清嘛。啊，恁外省人要来甲阮斗相共，阮嘛足欢喜的啊。所以伊最后还佫画口号呢。画什么口号？画讲中华民国万岁啦，国民政府万岁啦，蒋主席万岁啦。啊，拢咧画万岁，可见讲台湾人迄个心还佫向祖国，只是讲希望改革，根本就无要模范的意思嘛。对啊，所以陈仪最后根本就连42条的大纲，伊根本就拢无看到，啊，都甲淡淡意思啊。头啊遐序文吼，都已经有模范着伊的所在啊，你都无用讲伊毋好就对啊，就算讲是事实，原来毋肯人讲，但是这不过是伊变面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更较重要的原因咧。啊，这才是重要啊，因为是安怎？因为3月初7的中昼以前啊。蒋介石已经派第21师的师长刘武卿按南京坐一台无人机，叫做美龄号专机啦，飞来台湾，啊，马上去觐见陈仪。伊甲陈仪讲，蒋主席已经在明仔要派大军来台湾啊。所以陈仪按刘武卿的喙内底已经得到这款呢，讲要派大军来台湾，顶下面这消息的时阵，伊已经有靠山啦。伊知影讲哦，台人无代志啊啦。刷落恁遮，逐个死啊真凄惨，我是安怎都要好好来甲伊对待啊！哦，伊过去遐真冷冽的姿势，实际上拢是伫做戏的。啊，呾即马都援军已经要到位啊，无需要搁摆迄个低姿势安尼。对啊，所以伊毋则面啊现热咯。所以咱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咱知影讲42条的大纲啊，根本不构成叛乱的条件。是，伊最后会变做讲叛乱的这因素啊。是因为在228大屠杀完，国民党的政府为了要找借口，啊，为了要互家己有法度通下台，所以伊讲恁台湾人就是提出这42条的大纲，恁想要反背中央，要反背政府，所以我甲恁提杀之有理呀。王添丁因遮的代表看到陈仪这态度的转变。心内吼有几分的清楚，尤其咱一直介绍讲王添丁有先见之明嘛，伊拢真冷静伫咧观察，所以互陈仪这款态度转变了后，
伊嘛是必须搁倒来处理委员会遐向大家报告嘛吼。伊最后吼有一段广播安尼讲委员会署名吼已经差不多啊。即个事件敢若靠即个处理委员会来解决，已经是无可能啊。即摆一切拢爱看全岛民的团结到什么程度来决定咱家己的运命。所以全省的同胞啊，请继续奋斗吧。伊讲这话了后伫咧员军一个教位吼，当然王添丁首先就互掠去啊。3月13遭受即个国民党军队的杀害，可怜才46岁那点。所以正讲有政治智慧甲眼光的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是死同紧死上紧。是搁有就是讲政经单义有讲嘛。伊伫咧第3届公布的时阵讲，恁若发觉着讲现任的县市长还是什么官员无适用，恁就赶紧提名推派代表安尼是真济地方的人都以为这是真的啊。就安尼一直算讲什么人才牛什么人才是会当做咱的领导者，会当做咱的长官，会当做咱这个所在的县市长。纷纷提供死亡的名单，这才是自投罗网作弊啊！因为国民党根据就讲，这个名单这就是人民所拥护的地方的这个头人，受爱护的这个地方代表都拢总甲因伫咧员军到位的时阵，随啊拢甲掠来抬啊。所以讲，咱由此可见，因是毋是有计划一种的描述？绝对是有计划。所以在228屠杀完了，人都有这款的疑问，讲是毋是有计划的屠杀？按咱才看会出来，伊这是一个预谋就对啦，预谋，无是安怎都爱叫台湾人恁都爱甲这头人拢甲报告好听，伊才甲你签一来讲，你来做县长。结果这个人随个拢死甲真凄惨。这是了后咱还佫会讲到的所在啦。是，有一点咱必须交代，就是讲台湾人内底亲像王添丁安尼。头甲尾为台湾人民伫咧奋斗，绝对无向恶势力探头的，这块实在是真少。比讲，踮咧这个处理委员会内底被大家尊重，希望讲表达民意，互官方知影。有几个半山像讲黄兆琴黄国书连振东连振东敢毋是连战因老爸这共人毋是敢若共名尔。安尼是是啊，像讲因伫咧过当天就是3月初8迄天，有发表一篇重大声明啦。啥物声明这声明是讲，进前天3月初7，本会议所决议，请陈长官采纳的这42个条件内底因为迄当阵参加的人实在是太多咧，所以这条文的内容无法度一一去检讨。像讲内底有讲到爱替萧警备总部要求国军甲武器交出来，这根本就是敢若反叛中央，这绝对毋是咱的意思安尼。要求替萧专卖局啦，这是生理人为因的利益在设想的，这人工会嘛无赞成咱袂用搁遮尔超过做过分的要求啊。像讲人长官嘛已经拢答应就是尽量要来采用台湾人，也要将这个长官公署改组做这个省政府像讲人长官都答应讲这个行政方面的改革咱是要搁共要求啥物？所以咱全省的同胞拢爱倒转去家己的这个工课场所读册，安心读册。做工课，认真做工课，毋通阁扰乱若是讲即马即个期间有人阁要争取啥物，相信迄就是不法之徒因的意思咱应该都爱顾全大局。所以讲这半山连振东啦、黄兆琴啦因这个人有提出即款的重大声明。我嘛感觉真疑问呢，这嘛是其中一定有因特别的思考，敢毋是洪老师？当然啦，因为当伊开始面热起，大家拢惊着所以因感觉讲其中必有缘故啦，绝对无遐单纯的啦。所以由此可见外来政权你统治台湾是安怎，拢足简单的。所以台湾人惊死嘛，台湾人放尿超沙袂做堆嘛，一旦人硬了，你就软落去。
一切拢顺人的意。即款会但人毋敢表示家己的愤怒，我感觉讲一个民族，若毋敢生气的民族，即款的民族永远无希望。若鸟白愈侪的民族吼，即款的民族嘛无法度取得家己的独立甲自主啦。那当着即款情节，洪老师总是免不了会个批判一下吼。但是由即个重大的声明，即个半山向转向，咱咪当看出讲因迄当阵的心态吼，看毋着世面啊，食汉子爱看世面嘛，所以即篇声明就是因家己的护身符啦。保命的一个证据啦，较经去书成的对啦，对，所以历史上定咧讲书成，就是讲表示讲因做甲我想的无共款，我一切拢是拥护中央啦，这拢甲我做法完全拢是倒摆啦，恁都爱知影讲我的心态都是安尼。空中的是歹人啦，这落来先带菜档的。若阮是好人啦，是啊。所以在即个3月初8中昼的时阵宪兵第4团的团长张无图伊已经知影讲，伊下骹手第4团住在福建，大约是2营的这宪兵已经按福建出发要来台湾3月初8暗时就会到归人，伊已经得到即款的消息咯。你甲看中国统治者是真苦啦，伊就明明知影讲军队要来伊阁以私人的身份走去处理委员会，这公会堂、中山堂向群众台湾人咧讲，伊讲啥物伊讲恁提出来要求，除去宪兵以外，都要改除即款军队的武装。我本人认为讲安尼袂使，若要改除军队的武装，一定会去刺激着中央。若安尼时阵社会会越较乱。我敢保证，只要莫讲恁台湾人要叫军队都要改除武装，安尼社会绝对袂动乱。而且恁提出来这个政治改革，我认为讲真正当，而且有法度得到全中国的同情。只要各位台湾同胞莫去刺激着中央，本人敢以性命来保证，中央绝对袂对台湾出兵，恁放心啦，安啦。伊伫强调即点，讲中央绝对袂对台湾出兵。那你是毋是即当阵民间已经有一寡传言，讲中央要派兵来镇压？是有即款的这个恐怖的气氛存在就对啦。所以你甲看，中国统治者苦就苦甲安尼，明明宪兵第4团2营的宪兵已经按福建出发呢，而且在3月初8的下晡就要登陆归人伊竟然还阁讲即款的白贼话另外踮咧上海21师的官兵8000外人，早就踮咧早起8点坐太空舰向台湾的归人出发啦。张无图伊用性命保证中央绝对袂出兵来镇压台湾人。迄当阵中山堂有数百名学生甲市民，大家听了真欢喜真放心。但是做梦嘛想袂到，几点钟了后，这天津、土地、这市民甲学生全部拢被国民党的军队来个残忍的杀害了。1947年3月初8下晡3点，按福州开来宪兵第4团2营兵因就坐到海兵轮，踮咧归人登陆。因的装备武器拢是美国人倒供应的啦。甲这宪兵斗阵来，嘛有一个蒋介石所派来的大官闽台监察使杨亮公啦。杨亮公未上岸。因为因足惊讲顶头是毋是有台湾人会来甲因报复啦，所以归人要塞司令部都会动登陆这个宪兵，开始踮咧归人市区讲你扫荡啦，大炮啦、扫射啦、步枪啦，咧叫啦，看到人就抬啦，一直到暗时10点左右，抬甲差不多台湾人拢惊甲毋敢出踮咧船顶将近7点钟久的这个杨亮公才开始登陆。
一行人坐着这款军用的拖拉机，西汉台北来。在归人登陆的这边啊，有真侪人，因根本都唔知影讲台湾是啥物碗糕，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因根本无这款的认识啦。因认为讲台湾人唔是中国人啦，因是日本人的走狗。啊，台湾人在228事变的时阵，杀死遐侪中国人，这个手无报袂使。啊，台湾人才袂造反。有一个归人人咧讲啦，伊讲登陆的这边啊，对着码头这工人啦、苦劳啦。根本都无甲警告，就开始用扫射乱扫啦。啊，听讲一个扫落，就几落10名的工人倒喺涂骹，哀爸叫母。归人市的市民看到这款的模样啊，乌白乱撞啦，走较慢的就叫用扫死。啊，平仔车踮喺归人市区啊，乱扫啊，清乱开，大街小巷到处拢是尸体啦。这个归人最后真有愧地讲啦。伊讲这敢是叫咱是同胞的中国人所作所为啊！我规个人生观甲中国观马上就颠倒并来啊！1947年3月初8，是台湾人向中国政府抗争的最后一天，嘛是中国兵向台湾人展开反攻大屠杀的第一天。根据一个归人，就是桂炯美阿嬷，伊对着50年前的回忆。伊会记得讲，迄一天啊，归人港口参较早同款，有船只出入。因为伊是住伫迄3楼的所在，所以看甲真清楚。迄个情景嘛真习惯。凡是若出口的船只，多数拢是为台湾地要运出去中国大陆一寡米粮啦，会食的物件啦，一寡资产啦，一寡资源拢有运出去。但是，若是缀着船只入来，就是一寡商品、一寡物件，也真侪做生意的人，因就拢踮咧港口的所在伫咧等候，就是即摆若船只入港，啊，看是毋是有适合因的一寡物件，还是一寡货物，通好来做生意。但是3月初8即天，这船只载的毋是货物商品，是一大堆的中国兵啊！这中国兵啊，一个上岸，就开始机关枪旁咧疯狂的扫射，一万里啊中间，安尼惨声连连呐！这生理人无一个活命，这中国兵开枪的对象，毋是干那这生理人那定，凡是因当着的、看到的，毋管查甫，毋管查某，毋管大人，毋管囡仔，大家因都开枪甲拍死。桂炯美阿嬷。伊回忆较早的情形，伊感觉讲实在太恐怖咧。刷落来的日子更加是歹过，因为真侪人无缘无故被杀害，真侪人无理无由就安尼失踪去。等待家属发现的时阵，活人已经变死人啊！所以大家拢惊吓讲，是毋是抑阁有机会通看到明仔载的日头？大家也真怀疑讲，我抑阁会当活偌久？所以大家拢伫咧即个紧张不安，一天过一天，一点钟过一点钟。无毋对啦！3月初9，蒋介石的援军第21师嘛开始登陆归人，伊屠杀归人市民的行动也较严重啊！归人市长这外省人号做石延汉啊，伊为了配合这兵仔的行动，命令归人警察队开始逮捕这青年学生啊！而且甲这少年家啊，几落百个分做3个人一组，或者是5个人一组，用阿仁线这铁线按伊的手中心啦、骹片连迄所在，甲反绑斗阵啊，刷落啊，甲因忝喺海内底啦。在迄个时阵啊，归人的海面到处拢有法度看到浮出水面的这尸体。归人的要塞司令史弘时啊，伊的屠杀的手段也较残忍。20几个少年学生，因毋是干那骹手去互铁线甲绑起来尔，因的耳啊、鼻啊，甚至连生殖器啊，拢去互这兵仔甲挂去。啊，兵仔无打紧，佮用青马刀随啊甲堵死。听讲史弘时，伊即款的做法，事后佮受到单义的褒奖甲学了，讲学高台。我真忍也会使表扬一番就对啦。当有想啊。所以实在我中国人袂斗阵的啦。
真侪人读到这段历史，讲用阿林山你共家人吼，真侪人讲哪有可能的代志啊，哪有遮残忍的代志啊？是毋是有见证？这上，这个残忍的这款台法啊，甲事实吼离开无偌远啦。现主是迄个活掉70几岁一个和理上，或者林木记老先生，伊会使证明的啦。你讲啦，伊讲228发生的时阵，伊拄踮咧归人第2分局啊，你担任这款扫涂骹的工课。有一天，伊毋知安怎去互3个刑事甲掠去。其实伊咧扫涂骹哪有咧犯法啊？后来伊就去互关总局内底。伊一个看，我家内底关100几个人呢，有一寡是8堵车头的铁路局的遮员工。天一个暗了后，遮个兵啊，就甲因拢杀按拖拉机顶头去啦。一路就甲因载去园顶派出所后壁的海岸。这园顶派出所就是即群的文化中心的停车场啦。迄个所在已经有100几个兵啊，踮遐等等因啦。9个人甲绑一排啦。这沿线阿林山都按因的手中心也好啦，或者是卡片连附近的所在甲降价啦。然后惊讲无安，用骗子甲搞较安的，你甲看卖啊，这肉是神经痛罪的所在呢。你甲教落废水擦擦地，伊实在会改甲袂改啦。学你送林木记拄排9个人的最后一名，骹手拔开了后，兵仔就用布甲因的目睭甲掩起来。无偌久，伊听到边仔咧步声安尼砰砰叫的声音，伊心内咧想讲得死啊，阮死也无命啦。后来伊才知影讲，原来是头前8个人救伊的命，因为头前迄8个人啊，一个一个中枪了后，随啊拢跋按海内底。因为因8个加起来重量啊，伤过重，兵啊袂赴的吼，甲即个林木记开枪啊，伊刷落就迄8个人，甲拖跋落海。兵啊虽然袂赴的开枪，但是会赴的吼，用枪尾刀向伊的骹肚顶搁甲拄一刀啦。在这时阵，因哪有可能会去想到即款拄一刀的这疼？因为无偌久伊就跋按海内底啊。因为8个人的重量伤过重，沿线煞长去。伊就踮咧水内乱扔，无偌久煞去互浮出水面。慢慢想，去米的踮咧海边的岸壁的后壁。等甲无代志啊，伊才爬上岸。然后伊米踮咧蒙仔埔，听讲米几落工才敢转去因厝啦。这条命算讲是捡来，但是伊的手甲骹经过阿林山闯过50年了，抑个迄个裂还搁伫个就对啦。伊嘛无法度通过做工课，因为无咱嘛。林木记老先生啊，甲即群抑个活掉的呢，而且伊会使讲是228活的见证者啦。但伊开嘴合喙，拢讲伊爱台湾同胞，伊也一直强调讲，中华民族上界大的德行就是宽待。但是咱甲看今仔日，这中国兵对台湾人无情疯狂的斩杀。咱将伊明白了，原来伊口中讲的爱，就是分；宽待，就是报复。说落来，可怜的台湾人会阁遭受甚么款更加悲惨的运命呢？